我即摆就敢若是哦，目睭擘开，咧等三顿饭啦，就好亲像伫咧坐假共款，我袂管事啊。爸，你较忍耐。台北的人，毋是上班，就是做生意，规工拢伫咧无闲，为着生活，大家拢伫咧食头路。无得到有一天哦，我会去台北去甲阮查某囝住。到台北哦，你会使去找阮后生阿青啊。恁囝阿青住伫对啊？伊昨哦有写批来啦，我甲批拢摕互你哦。哦。要靠囝，囝无伫个；靠媳妇，爱看伊的面色；靠查某囝，伊的身体。靠啥人咯，拢不如靠家己啊！这就奇怪啊，物件伊嘛早走啊，人会走去倒位？我烦恼的就是这，伊台北也无熟悉人啊，路又阁无熟，我去倒位找伊咧？朱华，你嘛莫着急啦，因若真正找无熟悉的人吼，都一定会回来啦。我是烦恼，伊伫咧受我的气。受你的气？伊是安怎要受你的气咧？昨日暗时。伊困袂去，家己伫下闲啊，我甲伊插到厝边，甲伊讲，这毋是真卡。哦，可是若是安尼吼，我判断伊会等去报地。敢有可能？莫着急吧，等看卖。暗时若阁无转来吼，我明仔载就落南来去报地。秋霞，我嘛毋知影，阮爸是牛顶，是毋是有钱？哎，秋霞，秋霞，秋霞，我妈妈，秋霞，你这是何必哭啦？我这是什么命？我到底是什么命？爸，你袂用出代志，婉婉，你千万袂用带因出国。七早八早是谁来啊？郭阿伯，是你哦？你当时来台北的啊？我来几落工啊。今日歹坐啦哈。阿青啊，你今日哪遮早就起来啊？哎呀，今仔日算晚啦。哦，你做啥物工课？遐早就起来哈？我刚洗车啊。哦，阿青啊，我想要暂时住落来，我甲你去洗车好无？郭阿伯啊。调有我做船员，钱毋是趁真多。阿青，我讲的是真的啦。我会记得秋霞嘛是住台北啊。哎呦，莫阁讲因啦，你敢若讲会用的也袂用的。会用一，当然会用一啦。安尼就好啊，你放心，我身体真好的咧。妈留好我的录音带，敢若是要离开我，我哪会当放心呢？我要来去加陪妈一下。喂，阿嬷，我是秀秀。我放学啊，我想要去阮妈遐看一下。对，我暗时会转来。好，好，阿嬷再见。妈咪啊，
电话是谁卡的？秀秀啊，伊去看因妈，暗时才会转来。伊应该定定去看。听讲因阿公嘛来啊？我感觉有淡薄仔毋对。倒位唔对？秀秀决定今仔日放学去看因妈，啥怎无伫咧早起的时阵甲我讲呢？这哪有啥啦？大家拢会安尼啊？你毋是共款？半暝啊有时阵哦想着后生，坐起来着吗？我发现吼，你比我搁较啰嗦。行啦，拍球啦。刘斌啊，你去弯弯因兜一撮。我去哦。你著甲周小姐讲，你讲弯弯的阿公想弯弯，要甲弯弯带转来，其他话拢莫讲啊。好啦。阿爸，阿爸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真正是厝老搁拄着透霉雨啊！人若衰，种卜啊就生菜瓜哦。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秋霞，秋霞，你有看到阮爸无？无啦。有啦。我听到阮爸在叫我。哎呀，秋霞，你咧喊面啦？有啦。秋霞，秋霞。有诶。是安怎？你有看到阮爸无？无看啊。阿爸，阿爸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秋霞，妈，连庄，你若讲甲恁爸共款，叫这拢是。唔对啊！秀秀，伊毋是恁阿公是？妈，你看唔对啊啦，伊毋是阿公啊。下天下地。秋霞，秋霞，秋霞。妈，你有较好无？秀秀啊，互恁妈妈哦，点点啊休困一下啦。
啊，大哥阿姐，阮妈是安怎？古镜头啦，我咧想恁阿公啊啦，阮阿公呢？阮哪无看到伊？就因为恁阿公吼，唔知影走去啥物所在啦，恁妈妈唔知着急。阿公嘛真害，明知影阮妈有病。人吼，不如意的代志做啊啦。唉，恐惊弯弯嘛有麻烦。哈？弯弯也有麻烦？听讲，伊要向带去国外啦。是真实的，我跟阮爸爸猜想过啊。你是安怎无爱甲你妈妈讲呢？阮爸爸甲我讲，叫我袂使甲妈妈讲，连即摆妈妈拢袂使讲。弯弯，我无出去哦，袂当甲我妈妈讲哦。赵先生，我听管理员讲你来啊，有代志是？有淡薄仔代志。妈，我无出去耍，功课嘛写好啊，钢琴嘛练好啊。如果哥伊要转去，我会使送伊去楼骹无？你心肝内搁咧想啥？无啊。我头壳有淡薄仔疼，你甲我买几粒药啊？嗯。囡仔屁股过大人。周小姐，恁敢有送弯弯出国的计划？你是为着这件代志来？无毋对，你对倒位听来消息？弯弯甲我讲的啊。弯弯，伊讲是因爸爸安排好的，已经替伊办好出国的手续啊。我哪一点仔拢唔知影。你上好先了解一下，假使真正有这件代志，一道理上你应该先征求王太太同意啊。我会真肯定甲你讲，我无这个拍算。万一这是曾先生的决定呢？查某囝是我的，伊免想。小小啊，啊，你妈妈有较好无？在车里有较好啊。妈咪啊，有电话啦，紧接啊！喂，秀秀啊，啊，你妈破病啊？哦，哎，那安尼你留落来照顾伊吼，吼，好好好，哎，好，哈，无转来嘛不要紧啦，吼，我甲恁阿公讲，哎。哎，好好好，再见哈。好，再见。秀秀卡来哦。对啊，伊妈破病啊，伊要留伫咧遐照顾伊妈妈，今仔日暗时陪转来。妈咪啊，咱嘛来甲看者好无？好啊。哎，身躯洗洗，咱咧外口凊彩食寡物件就去。莫干那会晓讲啦，徛遐也袂叮当啊。我骹手紧啊。你紧哦，每一摆出去拢是你伫遐傻。唉，又搁是我唔对。我的钱咧？是安那？我的5万块，毋是放伫遮？敢若是哦。哪会拢无看的啊？我要哪知啊？我是无摕哦。我无讲是你摕的啊。安尼就去别位找看卖啊嘛。我管是哦，钱都是放伫咧一两个所在啦。厝内底你也袂去顶当钱啊？敢讲是？秀秀，这话是袂使乱讲呢。咱先来详细分析一下。你想看卖？咱
出去的时阵，我出去的时阵，窗仔门敢若是关的呢。安尼可能是有人入来过。会是谁呢？咱先当做是贼啦。咱回国住2年啊，从来无拄着贼啊。那安尼你的判断是？是秀秀，秀秀伫因妈妈遐。你哪会知影伊伫因妈遐？倒位敲电话，毋是拢共款？甲你讲啦，无比秀秀搁较清楚咱的啦。当时出去，当时转来，你搁想看觅，天底下哪有遮尔拄好的代志哦？咱一个转来，电话就来啊！喂，真的哦，你叫我马上甲我转来。有啥物代志拢莫管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歪歪，你莫甲我讲东讲西，甲我说玲珑，老老实实甲我讲。就是我讲的安尼啊。啥物你讲会安尼？爸爸问我有介意出国无？我讲介意，伊讲会使带我出去耍，叫我袂当甲你讲。安娜，啥物代志遐尔生气啊？真的，你伤过天真啊！查某囝是我收养的，但王太太对我是非常的信任。伊5个囡仔送互人，有4个拢带养爸养母赡，敢若弯弯阁姓王。伊毋是庄弯弯，嘛毋是周弯弯，你是凭啥带伊出国？哎呀，带囡仔去佚佗者，这有啥物唔对的啦？那安尼为啥要叶叶带伊走咧？这边哪有可能？我当然会先甲你参详才带伊去啊。啊，毋过弯弯讲，你叫伊莫甲我讲，嘛莫甲伊妈讲。哎呀，为着要互囡仔欢喜吼，啥物拢会用讲嘛。你煞去啦！你心肝来想啥？我若是个约无吼，哪会当甲你放到我身躯边几多年？真的，你敢袂甲我看伤过无啊？哎呐，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呢。煞去啦！你头我真清楚咧，就敢鸟笼仔内底饲鸟共款，欢喜啊！你人会爽爽的，逐工甲伊饲饱饱，啥物事拢莫做。时间若久，就是拍开笼仔门，伊嘛袂飞，因为规个笼仔内伊惯死啊。就算讲伊飞出去，阁无一定会用找到物件食，所以就只好认命。其实你逐个月开伫我身上的钱，阁不如在饭店互人消费的钱多。你哪安尼讲话啦？安尼毋是看袂起你家己？你讲了还好听。我除了过去迄几个姊妹伴，我无朋友。你不准我出去交际，连我家己出钱做生意，拢爱受你的限制，这毋是真清楚的代志。你较细声的啦，弯弯捌代志啊。我唔惊，将来我要甲弯弯相依为命，唔管什么代志，我拢会甲伊讲。因老要死啊，换一个老母嘛无翁。对明仔载开始，我不准伊阁叫你爸爸。安尼有啥物意思啊？当然有意思啊！你心内早就有拍算啊。即摆伊承认你是因爸爸，两个人有感情了后，你才阁偷偷甲伊送去国外。后一步就是甲弯弯带转去马来西亚，交互恁某。哎呀，敢有可能？哪会无可能？你对外口带转的4个囡仔拢是查某囡仔，你甲恁某上希望是爱有一个查某囝。我缀你缀3年啊呢，假使我连这点仔消息都无，我毋是真正是一个戆人。哎呀，娜，你想伤多啊啦！哼，我毋是想伤多，我是较认真。我应该真坦白甲你讲，弯弯你带袂走的啦。对明仔载开始，你连见弯弯一面拢无简单。你有啥物计划？你在台湾，我就甲弯弯送去给王太太。你离开台湾，我就甲伊接回来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。
看阿姐，对今日起，你每工拢爱洗身躯，啊，搁有以后唔准食蒜头。我每工甲你讲话，拢闻到你的喙才臭的。你的房间足细间，眠床嘛遮矮，我无爱困遮。等妈妈回去报地了后，我要困另外一间房间。弯弯一转若走，我连一个客查某囝拢无啊！早知影那安尼吼，我就应该听秋夏的话，凊彩找一个对象结婚，弯弯就免送互秋爱拿，秋夏嘛就免遐尔操烦啊。秀秀，妈，你哪还要回转去？你伫拢无真心，我袂放心吗？即马几点啊？你要10点啊？你若讲转来袂？秀秀，我无代志啊，你还是转去，较免让阿公让阿嬷因袂放心。我已经打电话甲娘阿公、娘阿嬷讲，我袂转去啊。袂用的安尼，你互人的感觉，会感觉你的心也是伫妈遮。本来就是啊。秀秀，莫互人叫是你毋捌代志，爱诚心诚意对待人。你安尼话走就走，讲袂转去就袂转去，就歹建立感情。你还重视迄个家，唔甘离开阿公阿嬷，阿公阿嬷才会唔甘离开你。恁阿公阿嬷有家己的囝有孙，因是安怎阁要收养你？你知影无？因的囝儿孙啊，拢离因足远足远，因足寂寞，嘛足空虚。若是你嘛无重视迄个家，两位老大人的感觉，活伫这世间上受过孤单。妈，你拢是咧替别人想，甲我拢送走啊！你家己敢袂感觉孤单？我袂，我的日子剩无偌济啊，目睭一个开，定定听到恁爸在话我。伊等我去找伊，转去啦。我的想法，我的做法，绝对袂害着我的囡仔。秀秀，大哥阿姐，你还袂困哦？我袂困啊，我只是倒咧尔。你看我连电话拢无紧呢。对啦，恁妈妈即安怎？伊精神啊！伊讲我转去娘阿公因兜，也毋过我袂放心伊。转去嘛好啦，你都爱去上课的，有我伫的哦。你唔免烦恼。我妈搁咧挂念阿公。秀秀啊，你放心啦，这个代志吼交代互我，我明仔载来报地走一逝，反正恁阿公吼已经转去啊。高阿伯啊，你会忝袂？袂啦，阿青啊，我车洗了爱用的吼。啊，会用日啦。啊，毋过拍了较忝啦，以后我来做。你只要逐工吼洗5、6台车，你食饭啉茶吼都有够啊啦。我来台北这阵吼是来了对啦。台北是一个真繁华的所在，你只要肯食苦，搁耐劳，就会当赚到钱啊啦。阿青啊，每工上济会用洗几台车？哦，迄济安哦，就看你敢要做尔啦。遐有一个如意大楼吼，
迄个管理员苦的，伊已经甲我讲几落摆啊呢。希望我逐工下暗吼去因的地下停车场去洗车，我无答应伊啦。你去甲伊讲看卖，我来去。好啊，明仔载吼，我才带你去甲伊讲吼。早若知影我阁会当趁钱，我就不准树下甲囡仔拢送互别人。秋霞，秋霞，我甲你煮一碗面啦，趁小紧食吼。我食袂落去。秋霞，毋是我爱讲你啦，你甲囡仔拢送互人吼，恁爸爸心肝咧真艰苦呢。有一天哦，伊咧甲我讲话，哪讲哪流目屎。也毋过伊无去每一个囡仔的厝去看卖一下，囡仔是毋是比地外过了搁较好？哎呀，你敢无听人咧讲啊？金厝银厝，袂比你家己的狗仔受啊！我哪有想？哎哟，这间厝吼你尽量大，我也无要赶你走啊！就算这间厝是我的，我死啊！这间厝空空，叫这几个囡仔，因是要安怎生活？你若是去演戏，冰冰要安怎？上大汉的是秀秀，秀秀阁会当照顾谁呢？囡仔送互人吼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啦。将来若是大汉吼，囡仔心理会无正常。这种电视剧吼，我演太多啊啦。你开嘴合嘴拢是戏，戏拢是假。你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空嘴无生伫家己身躯顶，袂感觉疼。你介意囡仔，迄只不过是你欢喜，甲因算算会用的。我会记得有一届，4个囡仔感冒发烧，我着急到叫要哭啊！当当又搁头壳受伤，因爸带去病院填7针，阮规暝个月用面巾替囡仔退烧，连生理嘛无法度做啊！你迄天同款去拍戏，回来还搁带2位朋友，搁食搁啉，吵甲乱糟糟。阿明去囥你还阁甲阿明挽起来。为迄件代志来看，你疼囡仔，甲阮的疼法绝对无共款。第2天酒退啊吼，我嘛知影家己毋对，我有一直甲阿明回失礼啦。后来吼，我都无搁带人来厝内底啉过酒啊。所以咱才相处了遮尔好，敢若一家伙仔共款。什么一家伙仔？一家伙仔搁较害哦，人讲家贼难防。啊，毋过这种代志，什么人嘛料想袂到啊！你明仔载甲我买机票，我要转去美国。我家己有囝有孙，我是安怎要收留这款的囡仔？你看伊啦，表面做了足好的啦，其实背后伊一喙在教我，这以后日子要安怎过啦？是讲这件代志嘛袂当断定是秀秀啊。那你讲啊，是啥？我若知影是啥，都无问题啊嘛。我讲要报警，你不爱互我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慢慢啊来啦，代志哦一定有查出来一天嘛。5万块也毋是啥物大数目啊。我讲破一个碗，讲破一个盘，你拢爱消遣我几啊天诶。哦，即马5万块呢，你无当作是一回事哦。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假使讲这5万块真正是秀秀摕，咱开5万块，认清楚一个人嘛算会好啊。那你明仔载秀秀转来，你要问伊无？问是免啦，是毋是伊哦爱靠观察啊？咱若是直接甲问哦，伊一定讲毋知影，这毋是白问的。问了是啥物局面？若要赶伊走，咱就无理由啊。若无赶伊走，你想看觅啊？大家是毋是真爱叫？我已经足爱叫啊啦。阿妈，阿公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
秀秀入来啦。阿嬷、阿公，我转来啊。秀秀，你毋是讲你无要转来？阮妈讲伊无要紧啊，伊叫我转来陪阿公阿嬷。哦，好，转来就好哈。你妈即马无欠钱用啊是？伊无欠钱用啊，妈妈讲着阿嬷予伊5万块的代志，伊足感激的。你进前毋知即件代志是？我毋知啊，也毋过今日透早我甲阿嬷整理门床的时阵，我发现着枕头下骹有足侪的钱。哦，你先去困啊。我甲衫洗好就去困。我已经洗过啊。阿嬷，明仔载早起是要食饭，还是要食龟苓甲香？有啥就食啥。安尼，小等我来看冰箱内底有啥物物件，我先来准备好。阿公阿嬷，晚安。哦，好。妈咪啊，你还搁咧怀疑秀秀？当然咯。看阿嬷的面色，敢若是无欢喜的款。第一点，妈死了后，希望你甲妈妈、甲爸爸合作做伙。第二点，你要常常注意彬彬的家庭情形。我发现伊3代之间斗阵了无啥好。第3点，等阿舅为国外转来，劝伊以家为重，注意连兄的家教。第4点，东东将来结婚生的后生，爱有一个姓王。妈讲了对，我若无转来，阿公阿嬷会无欢喜。恁爸饲你是叫你来管我的，加少较远的啦。阿廖，你无钱，我会当对你过苦日子。啊，不过你即马有钱啊，你就应该好好过日子，啥拢要去跋筊。你别爽啦！你个跋，我就要走啊！你走啊！好，这是你讲的。是我讲的安怎？我的金手环你给我摕去转，你甲转票给我。啊，搁有转票，早就转死啊啦！阿廖，你足无良心的，我袂帮你刷。你笑我真欢喜吼！你废话啊！我找你找足久啊！你找我要创啥？想要甲你说厝。啊？要甲我说厝？咱找所在好好讲。我无用啦！你莫互骗去啊！伊家己根本就无厝，迄是因表嫂的，以后已经共骗5万8去啊！也有啥物，拢甲逼出来，我一定找伊算账。伊甲我一个真有重的金手环摕去转啊！伊搁去台南的夜港，甲人骗15万。你放屁！也有啥？还搁有，伊昨去一个姓张的厝诶，搁甲人偷5万，所以即马才有钱去跋。较早，搁有一个姓方的查某，嘛去互伊骗去。你偌久咧嫌谁啊？我看你要共款，对我行。老妈，你是咧创啥的啦？我也走袂去啊！你敢有承认伊所讲的话？好，我承认，我负责害就是啊啦。好，马上写一个字条。你放手啊！林兄，不要紧，这嘛算是一条笑，我一定甲讨回来。头家啊，
你茶煲倒也无来，我着搁爱洗菜，搁爱滚牛肉，等下着搁爱切菜，搁爱炒咸椒啊！我，你的手是安怎啊？无安怎啦，倒位中昼若是无来，生理就莫做啊，我要倒来休困。头家啊，做生意安尼做，人客会走了了呢。我知影，毋过我的手无在了叮当，生理要安怎做？是安怎受伤啊？小到家的啦。安尼较紧嘞，我带你去注射啦。哎，我本来是还阁袂疼的，互你安尼救者哦，有够疼的啦。是的啦，头家啊，我毋是挑故意的啊。阿金啊，我先来转啊。头家，倒下无来，中昼就要休困哦。倒下若下昼嘛无来咧。安尼倒你休困啊。我一个月薪水咧。我同款的服务你。休困一天，就赞咧。我身骑白马，来走三关哦，心换所以来回中原。放下车辆啊，是无人要管。第一也可怜啊，是伊丽莎白阿琴啊。对。你若即马才来啦？人头家哦，放我一天假，我即马要休假。啊，真的哦？阮师傅咧？伊手受伤啊，转去啊。是安怎受伤的啊？小狗咬的啊。黑白讲，即摆哪有小狗啊？真是嘞，你无来，我中昼一个人母袂过来，所以只好提早休假。又跟你黑白讲啊！我透早就陪阮师傅去市场啦，买牛肉、买猪脚、买青菜转来。你即摆生意无要做，袂用的啦！紧的啦，该做啥就做啥。我中昼会来甲你斗3工啦。对，恁师傅也不伫咧，咱2工才来。阮师傅就住伫咧附近尔啦，我带你去找伊。好啊，行，爱够好啊！你好，我号做赵敏，我是马宝昌。我时常听倒的吼讲到你。嘿，伊嘛时常讲到恁兜。倒位啊？师傅啊，添一杯茶来。唔免啦，伊拄则有啉汽水啊。对啦，免客气啦。哎哟，恁2个咧讲话哦，伤过困难嘛啦。你来几波哦，也无讲你为虾米来的。阮师傅伊坐几波，伊也无甲你问讲你要来创啥。恁2个咧讲代志哦，就敢若开车共款啦，一定要甲车先发动，安尼伤麻烦啦。你咧啰嗦啥？我甲赵先生第一摆见面，当然都爱加讲几句啊。讲到尾啊哦，伊嘛是会讲，请你去因兜替因顾车行啦。然后哦，你嘛是会拒绝。你知影我会拒绝，你搁带伊来创啥？伊就袂死心吗？师傅啊，只要你甲讲哦，你袂交言哦，伊就会死心啊啦。我就会使送伊转去，然后你就会使去你房间休困，我才去替阿琴卖面啦。阮的代志，阮都还未开始讲呢，你就咧替我做主啊？你是算啥？我是你的徒弟啊。好啊，你甲我较掂的。马先生。阮妈有会啊，我要搁咧读册，所以想要请你斗3工。哎哟，少爷啊，阮师傅哦，伊是袂答应的啦。你讲嘛是白讲，就好亲像车哦，去拄着红灯，想要行嘛行袂去啊，白白了遐油呢。我答应去斗3工。啊？真实的？倒位啊？这衫摕转去，可能会才几啊工啊啦。对，无怪我要穿拢找无啦。以后做代志都要较用心咧。少爷哦，实在有够戆的啦！哪有人用谈恋爱的方法，甲阮师傅咧讲代志啊？所以哦，我就挑工哦甲结啊，一个啊吼，就甲阮师傅的火气结起来啊！火气结起来，就是有火气，伊才会答应啊！妈，你也是考虑一下啦。我考虑好啊，才叫你去。你以后甲车行交别人，你家己无代志通做，会足无聊的呢。对，人袂用收赢啦，赢哦就会破病啊！尤其像你遐大颗，高血压啦、糖尿病啦、中风啊，拢总来啊啦！别，乌鸦嘴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
心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头家，头家。弄啥？你叫我休困，倒会阁叫我莫休困？拄则生理伤好啊，所以我一个人母袂过来，倒会阁无来斗3工，所以我火大，就甲人遐拢赶走啊。我已经互你休困啊，你有要做生理也无，迄是你的代志。那安尼我要甲朋友去看电影哦。你去啦。哦。头家，倒会若来哦，你个骂啦，伊伤无信用啊。啊，系啊啦。头家娘啊，恁兜的时间敢有准啊？有准啊！系啊啦，我会互你害死啊！为什么要来我食饭呢？让我答应阿琴，中昼爱去替伊卖面呢？哦，你有神经病哦！你食我的饭，摕我的钱，搁替人做生意，安尼你好意思讲哦？不准去啦！哎呦，头家娘啊，拜托的啦，我迄边嘛有领薪水呢，吼，嘿。倒位啊！哎呦，小敏啊，你哪点点啊？小敏啊，你是毋是真是买甲皮素钱来往啊？毋是为着我吼？我看你这2天心肝内定定无爽快。本来人生不如意的代志，都强在有的啊。喂，我就是王太太啊，是安尼啦。我昨去看婉婉甲周小姐讲过啊，伊讲根本唔知影这件代志啊，伊保证绝对袂互婉婉出国的。对啦，你放心啦。今仔早起车较无闲，所以无去你遐。莫客气啦，再见。再见。秋霞，恁爸爸做着啊未啊？爸，你到底伫倒位？爸，可爱，我还可能啊！靠呀，我已经落去看过啊啦。伊袂晓驶车，要哪会用啊？对，靠伊的意思吼，要洗车的人吼，停伫外口啦。洗好了后吼，你要负责开去地下室停好啦。应该车停好，我才去洗，嘛是同款啊。一台车、2台车是无要紧啦，若伤济吼，会甲地下室洗甲死过，吼拢垃圾水啦，住户会无欢喜哦。歪歪，时间袂赴啊，莫换衫。好，我先去放珠包。阿青啊，你看安怎吼？爱紧互我一个答复哈。我知影啦。可诶，阮要出来啊。哦，你要出去啊？可爱，我要去看阮妈妈。姐姐，周小姐，我拄好有代志想要请教你。是毋是关系弯弯要出国的代志？这件代志我事先嘛唔知，我今日来就是要来甲你解说。那呢，到底是安怎？讲起来拢是我唔好。东东啊，爱小学咧吼，安怎欠钱，安怎领钱的？我敢若学欠钱就好啊，领钱咧？上好莫领，领也会开掉。对啊，趁钱无简单，也较欠的。迄真是好啊！哎，小姐多谢哦。爸，我看你今仔日欠偌济钱？看有无？今仔欠偌济啊？个10、100、1000、万、10万、100万，今仔日欠120万。
你的数学伤过歹啊！爸爸今仔日敢若欠12万。唔是啦，是120万。我白讲啊，行啦行啦。无啦，爸，唔对啊啦。小姐，你拍唔对啊！你加拍一个0，阮爸爸欠12万，你拍做120万。东东，多谢你。应该啦。小姐，你哪知伊叫做东东啊？恁囝伫面拢最有名呢。我活甲遮侪岁吼，今仔日有够请赢啦！迄伫美容哦，伊是比我较出名呢。迄是当然咯，伊帮警察调查啊，阮行家领的钱搁退刑啦。哼，阮囝好代志做真多哦。爸，你应该给我奖金吼。昨日妈妈才互你200块，你就开了啊？啊，你到底咧做啥物大事业啊？钱用甲遮尔紧啊？我无白开啊。啊，无你是用去倒位？伫学校买爱心邮票啊。迄是好代志呢。东东啊，你搁要买偌济？妈互你。东东啊，是毋是恁老师强迫恁来买啊？毋是，是互阮学生自愿买的。老师讲，尽家己的能力为社会尽一寡力。人咧讲做贼心虚，伊敢若无这种情形啊？安尼吼更加可怕，毋是老经验吼，都是心机足重的啦。妈，我毋知阮家己做毋对什么代志，阿公阿妈对我足冷淡的。向远方，一远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将思念轻轻放，